啊，台湾人吼对阮外国人的迄个印象哦，就迄三个尔啦。头一个袂晓中文，第二个开伫台北车站，第三个无钱啦。啊，咪就是我嘛，就是你。啊，我就为了要解决我这个问题哦，我就去问我的巨炮老师，结果伊甲我讲呢，会使去财神庙拜拜。哦，我相信啊，我即马拢甲财神庙当作定期看诊去拜。我一个月哦去看10届哦，哇！我感觉过去看几若届，就摕到财神爷的奶啊，你知无？妈有奶会使直接手机啊看诊呢，妈普你啊方便呢。伊甲我讲，啊你财神庙足灵的，你拜一届哦，你的财运就不杂的提升。我投啊一年的香油钱吼，唯一不杂的是我的钱包啊尔。好啦，我时间差不多，我要转去台北车站啊啦。感谢大家收听。啊，麻烦哦，迄财神爷来好麻烦啊。嘿，我感觉伊真拍拼，是，一个真正的为了外国来的囡仔，啊会当来遮尔拍拼，哎呦，啊甲真济遐哦字，甲遐词，甲斗做我。好，啊你表演也袂歹，好谢谢继续拍拼，欢迎你来比赛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拍跑啊！谢谢拜，谢谢拜。